风强伴效应，予宜兰3200户淹水，县政府甲国军投入救灾，协助居民赶紧重建。马太安溪新街一道崩山湖水位提高警觉，也那家人市交河街也那像出现崩山湖，主管机关讨论敢要引流。破获现金1万块，有民众买领现金刷予诈骗集团甲怪去，有受害者损失上100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3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洪峰洪台的警报即马已经解除，也毋过今仔日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这北部地区也是会落大雨的。这2天啊天气是加较凉冷，要等到拜六才会来回温。也若后礼拜呢，这东北季风又搁会变强，这上低温有可能是无到16度，所以提醒民众出门都要加来注意。洪峰洪台伫拜三暗时登陆了后，不偌久就减弱变做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讲，虽然风台警报已经解除，也毋过拜四台湾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汐止和台北的山区可能会下大水雨，也若各地卖落短暂的阵雨。而在明天到礼拜天这段时间，它的下雨会逐渐的趋缓下来，只有在迎风面的地方有一些比较零星或一些局部的降雨的雨势。那么到下周一的时候，因为再一波东北季风南下，东北季风刚南下的时候，它下雨情况比较明显，下雨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广一点的哦。气象署表示，拜五台湾要是吹东北季风，北部天气会较凉冷，卖落单山雨，其他的地区是侪云到好天。因若拜六开始，东北季风减弱，虽然温度回升，也毋过早暗要是较凉冷。北部、华东地区和恒春半岛，卖有短暂的雨势。今天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3，昨天有29到30，所以这波的降温来到6到7度，感受是比较明显偏凉的。下波冷空气的低温呢，预估可能在周2到周3的时候是比较凉的时候，来到16到18度左右而已。气象署提醒，拜一东北季风会搁再变强，一直到拜三，各地气温来到16度，更外的地区甚至会搁较低。提醒民众出门都要加套衫，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台南玉井的沙田里，这搭呢是有农民反映讲，这过境园常在出现沙滴，一寡博仔也是讲经少呢，拢互家家等，上无有10个园区拢受害，而且这阵沙滴呢是规风规栋安尼落山落去找食，是真歹应付的。即马这农业局已经请人去甲看，嘛呼吁农民会当设电网来加强防护。农地内底出现卡叶，斟酌甲看，这卡形头前有较尖，搁另外有圆月形。农民研判是山猪流落来的。但用这山田里的果园最近传出有山猪走入去偷食甲迫害，有10个园区有这款状况，受害包括芭乐、金蕉顶要采收的物件，园区内规个芭乐落甲规世界。农民讲，若山猪食袂着，得规站甲弄派，地处现场乱吵吵，互农民真无奈。芭乐啊，若山猪，金蕉嘛有呢。像迄金蕉种伫遐吼，伊就规个拢甲打落来，甲咬喙吼，落落来安尼啊。伊个芭乐虽然包足济，毋过山猪嘛食足济，一个拢食300外斤，毋是安尼尔，还佫有咧，一群讲拢规家伙啊6、7只。这个状况恁遮要哪防范啊？我无法度啊，只要有网啊就围网啊，若有铁片就围铁片啊。经过农业局调查，当地山区果园2冬来山猪有出现6解，北河南西南华顶所在嘛捌出现过。那今年年初玉石传出有7只山猪结冤结党，敢有甲即届共款也该调查。为着防止即款情形，林业甲自然保育署提供电规帮补助，协助农民阻挡野猪入来。农业局嘛呼吁农民踊跃申请设置防护设施，减少损失。反映农业局协助提出一些相关办法。另外，也请我们在地的农民为了注意本身的安全。那个山猪哈，那我们猎人到现场的时候就不见了。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诱捕笼哈，那如果民众有看到山猪的踪迹的话，可以来通报我。公所指出，已经派人去受损的果园勘查，嘛通报市府，因推测可能是高山欠缺食米，野猪才会落山走找。提醒果农伫偏远的地区做事的，通爱注意自身的安全，希望透过政府甲农民的合作，强化防护甲通报机制，守护农民辛苦种植的成果。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新北市的捷运万代线工程呢，拜二是来发生一桩公安的事故，有一台轿车经过宝安街甲大安路口呢，结果这边啊捷运的工地吊起来，这个铁管线雄落落来去撼到这个车头，加在是无人受伤。原来新北市捷运工程局是照这契约，尚无罚厂商6万块，也要求因爱停工改善。
透过行车记录器的画面，会当看到吊铁管的吊手转转去工地内面。这时阵2指挥车会当通行，结果铁管汹涌落落来，一台轿车的车头大安尼互撼着，铁管嘛断作2截。这是11下晡发生伫新北市的捷运万代树林线工地的工案意外，地点伫树林的保安街大安路口。那个驾驶有稍微往右边开一点，不然他就要砸到他的驾驶座，很恐怖啊！这如果下面的是 Autobike 的话，那个人就不在了。看到民众感觉真恐怖，好在这个意外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实际来到案发的现场，铁管已经清除，位置嘛电放好，工地是天工接受调查。对这个事件，新北市捷运供电局会照契约还因至少6万。并要求施工厂商负起一切的责任，开罚至少6万元，并要求厂商停工改善、全面检讨。另外，关于车辆损毁部分，也要求厂商全权负责。重点还是在于那个在现场要入场开始工作前的相关的讲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训练，基本上是不是能够落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这个工案事故，学者认为讲，不管是一般的营建工地，还是大范围的捷运工程，在施作进前，雇主应该针对工案项目，对劳工来做教育训练，加强劳工的相关意识。在机械的运用顶端，尤其是需要专心操作，才能防止工案事故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看这个卡达车的大厂巨大集团呢，是因为牵涉到强迫劳动，和美国甲发布暂扣令。这外国媒体调查报道讲，台湾呢除了巨大集团了后，也阁有10来间企业拢互人甲点名。行政院长邓英台是要求劳动部甲经济部都爱来检讨，而且提出指引。也那劳动部长洪新汉是表示讲，即马当咧甲经济部来讨论，按算明年1月就会来公布。巨大集团因为美国海关指控牵涉到强迫劳动，9月去予美方发布暂扣令，是台湾头一间企业因为劳权问题去予美方扣回。即阵啊，由劳团停国内一间医疗科技公司的移工去劳动部抗议，批评这间公司对移工的管理真严，甚至打入工会。劳动部承诺，若是有不当劳动行为，会依法开罚。外国媒体的调查报道讲，台湾包括巨大以外，还有10来间企业唔互人点名牵涉到强迫劳动。行政院长邓英台到立法院备询的时阵，清楚表达，希望相关部会会当协助企业做全面的检讨。劳动部长洪新汉12到立法院备询。立委拢伫问，是不是设立行动指引的规范？要怎么样事先去预防，就是避免这个企业有强迫劳动的情况，怎么去辅导，要求他们改善。现在已经在研议相关的行动指引，同时在针对我们的法规的机制，在进行盘点的检讨，也许明年年初或者是1月左右可以出来。洪新汉讲，会就所有劳动条件甲保障做全面的检讨，赶紧提出指引。劳团是批评巨大互人控告，牵涉到精彩工作甲生活条件，这无农业等强迫劳动行为。不过，这对移工来讲是真素常的日常生活。劳动部明记知影问题是伫移工整体制度的结构性剥削，却故意讲唔到重点，真互人失望。他为了一家巨大，包括后来还有几10家的改善，而觉得满意吗？为什么不是政府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法令规定，然后就是进行执法，让移工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可以像人一点？因为外国人来台湾工作的人数已经突破100万，对这代志，洪新汉讲已经有甲行政院争取正式3级单位负责跨部会整并这事项，搁得到22个正式人力，进一步强化相关的管理工作。记者采访报道。破发现金1万块来看，这11月初10进前有完成网络登记的，即马已经有人领着啊。也若还未登记的民众呢，是会当伫后礼拜1用 ATM 来领，也是讲伫11月20日开始，会当去到邮局来领现金。伫咧办理的时阵，都要会记得爱查证件。政府破获了1万块现金，伫11月初10进前完成网络登记的，即马已经有人领到啊。然后对11月17开始，银行和邮局的 ATM 嘛通领。也若11月20日开始嘛开放邮局柜台领现金，为着要缩短民众的等待时间，开放邮局领现金的头1礼拜，会做身份证尾数分流，拜1、拜3和拜5是卡数通领，拜2、拜4和拜6是双数通领。也毋过65岁以上的时代和身心障碍者，唔免分流，会当直接到优先服务柜台。那分流是怎么样做呢？就是身份证字号或者居留证的字号的最后一码
135是单号，星期135是单号，2、4、6是双号。大概在首周的时候，我们会实行这样的一个分流。中华邮政嘛提醒讲，若是要用 ATM 领现金的民众，就要会记得查健保卡、身份证和金融卡。另外，若是要伫邮局柜台领现金的民众，嘛是就要查健保卡、身份证。要若是要甲出来人领，嘛是会当，不过证件嘛就要查护照。如果是他人代理，就是来领的人必须带，除了要领的这个健保卡以外，临柜的人要带身份证明文件。临柜的人来领的那个人，他的身份证为码。中华邮政表示，为着要配合普发现金1万块的政策，要特别做限量的红包录啊，提供予柜台领现金的民众做纪念。嘛，呼吁民众普发现金的相关资讯，就以在政府官方网站公告为主。若拄到奇怪的信息和电话，会当靠165反诈骗专线。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好，这回这普发现金1万块，有民众呢是想要领现金，也毋过煞互诈骗集团甲拐去。高雄刑台呢，即马已经查到2件这诈骗集团用普发现金来骗钱的案件。这嫌犯呢是利用交朋友的软体，也佮有检警的身份，甲人拐卡片，有受害者是损失上百万。请输入密码。甲金融卡插入去 ATM 准备领钱，对17开始，民众会当直接提卡去 ATM 领中央普发的现金1万；24开始，嘛会当去邮局柜台领现金。这摆中央普发现金的方式分做5种，其中有1046万人选择登记入销，不过也有民众选择家己提卡去领。你是选择怎么领啊？就 ATM 吗？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临柜领比较安全。为什么会比较安全？怕被诈骗是不是？对，那个网络不敢乱点。有人选择登记入销，方便就好；有人是惊防骗，提卡家己领较安心。高雄刑警大队这阵仔就查到诈骗集团，利用政府当日普发现金，上空上胖来拐钱。一件是透过网络交朋友得到信任了后，就爱人提金融卡，讲要提钱领1万，最后钱无领到，口座嘛互偷用。另外一件是用假检警的名义来拐人，民众损失超过100万。这2起案件均是以普发现金为借口，再以假交友、假检警的方式诈骗被害人。那警方均立即动用大批的警力，在报案之后2天内，分别在桃园市、台北市缉获犯嫌到案，亦持续溯源共犯中。警方提醒，政府绝对袂用电话、电子批，也是手机假信息去甲民众讨银行口座，嘛袂敲电话叫人去 ATM 做任何操作。民众若是碰到可疑的人甲电话，拢会使先卡165去查证，唔通戆戆啊互拐去。记者郭家如柯兆勇高雄场报道。来看这个开12亿登起的新竹棒球场呢，是因为这球场互选手受伤，到今已经超过3档，拢无搁再开放，而且后出也传出这厂商无收到尾款，所以过去到法院的代志。即马法院呢是判决讲，要求这总包商得爱付737万的工程费予人。新竹棒球场整机也未收煞，会由厂商工程做煞，却无收到尾款，搁去法院。桃园法院判决指出，是因为新竹市府去挖棒球场破坏现场，无法度验收，厂商无法度入去做改善工程，所以判总包商也是爱付737万的工程款，予会由厂商。消息一日出来，引起议员出面批评市府。那让法官认证破坏新竹市棒球场现况，让包商无法进场验收的元凶，竟然是新竹市政府。那一场荒唐的政治恶搞秀，毁灭了球迷看球赛的心情。林志坚市府这个球场未验收就开打，甚至在排水测试的时候说问题不大，导致法院无法认定施工有瑕疵。那另外呢，高虹安市府在没有保全证据的情况之下私自开挖我认为前朝跟现任市府都该负责。不过新竹市府强调，总包商用1年的时间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市府是等保全证据解除了才开始去挖，也强调这官司是包商甲包商之间的争议，甲市府无直接关联。桃园地方法院所出炉的判决，基本上是一个包商之间的民事纠纷。那因为这个判决书里面部分的资讯来错误引导。恶意的曲解我们市政府目的成功的公务人员在刻意拖延棒球场的改善工程，棒球场纷纷扰扰这么多年，我们希望在最后的阶段，我们可以回归专业的判断、安全的这个原则来去做相关的推进。
市府解释讲，棒球场进度会去前着，主要就是因为包商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期间市府是无办法进行相关改善工程。今年9月已经开始进行改善工程，目前是按算会伫明年7月进程重新启用。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即阵啊，因为这非洲伫这政府呢是禁止用喷来饲猪，所以为着要来减少污染，而且来响应粪扫减量的政策，中华湾临时本预算按算上济要来补助5000块，互民众会当来买这油喷的处理机。补助案若准通过，安尼上紧明年初就会当开放，互人来申请。民众家厝内食剩的物件摕来清洁对待，中华园林逐个月大概收到265吨的喷。即阵因为非洲地震暂时送去非洲焚化炉烧，为着减少粪扫量，中华园林市就按算便宜算，要来补助民众买油喷处理机。安尼好啊，安尼好过用贵免买啊，菜啊，免买遐济啊。食剩无随处理掉，放久嘛是有味啦。若是有迄厨余机，会使随到处理你的，比较不会占空间，嘛较袂臭。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国内一日产生的喷大约有2000多吨，其中有超过60%拢是煮过了后摕去饲猪。即阵因为非洲地震，政府禁止用喷饲猪。中华园林市公所表示，为着解决民众油喷的处理问题，响应政府粪扫减量的政策，公所甲市代会有共识，要来试办油喷处理机的补助计划。那处理机因为是可以针对说征收厨余都去做一些去化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园林其实也是在推广智慧城市希望说有做不一样的一个去化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明年有做那个预算的编列就是由民众来提出申请，然后来做厨余机经费上面的一个补助这样。园林市公所表示，初步的补助计划按算成半50万的经费，1户会当补助1台油喷处理机，补助金额是40%，上济补助5000块。但是详细补助方案，阁要等市代会审议通过才确定，上紧会当伫明年初启动补助计划。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要先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这泰国呢，甲 KK 诈骗园区的主谋，也就是来自中国的嫌犯谢志刚，正式交予这执法人员甲押登去中国，有可能是会甲判死刑。这个谢志刚呢，伊是牵涉到非法跋筊、诈骗，也有人口买卖等等的犯罪。这个泰国甲人引渡登去到中国，也引起政治性的讨论。泰国曼谷的苏凡纳布机场有真侪武装警察伫戒备，中国籍当时由甘保泽护照的谢志刚被阿旺警局办理引渡的停止，伊互人认为是阿泰新城案，也有缅甸 KK 园区诈骗基地核心主谋之一。之前伫咧东南亚建立超过239个非法的保育平台，诈骗几60亿美金，也涉及人口诱骗加拘禁。She Zhijiang is a suspect for his alleged involvement in Asia Pacific New City fraud case.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between the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judicial department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She Zhijiang is about to extradite to China to face legal trial. 谢志刚1980年伫湖南孝东一个农村出世，成长伫咧桂林。中国警方2012年甲伊通缉，伊就改名做谢伦凯，继续伫东南亚活动。2017年，伊摕到甘保泽过境，改名改做谢伦凯，伫泰国边境建造最高国阿泰新城经济特区，也就是 KK 园区的前身。国际刑警2021年5月改发红色通缉令，泰国警方依照中国方面的请求，甲人抓起来。泰国法院审理了，裁定引渡。这几年 KK 园区互人讲是台湾、马来西亚越南受害者上罪犯罪据点之一。ที่เราทางการจีนเนี่ยเขาได้ขอตัวบุคคลผู้ต้องหารายนี้นะครับซึ่งถือว่า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สูงสุด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บ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นะครับซึ่งเขาก็ขอ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เรามานะครับทางการไทยก็ได้ให้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ะครับสำนักงานตำรวจแห่งชาติได้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จับกุมควบคุม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นถึงวันนี้เนี่ย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ส่งผู้ต้องหา
ไปดำเนินคดีที่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ได้。像你讲，2022年伫咧泰国被抓了后，几路遍提上诉，想要阻止印度，因为伊知影若登去中国一定判死刑。不过泰国法院伫即礼拜上尾来驳回，因为印度的时间拄好是泰王瓦吉拉隆功按算要访问北京的前一天，所以互人质疑安尼始做是要互中国欢喜。中泰官方虽然否认政治操作，不过泰国这几年积极清查境内诈骗园区，希望改善治安的形象，也重建甲中国的执法合作。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乌克兰即马是当咧战争，也毋过呢，因的政府高层所标出这贪污的摆台，这是总统泽伦斯基的下骹手人是牵涉到1亿美金的能源部门的贪污案，包括着这能源部长也有司法部长，拢已经请示落台。也那这件事件呢，嘛，互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这个进度受到真大的打击。乌克兰司法部长加卢申科甲能源部长格林丘克已经请示，各向国会递交免职申请。这是乌克兰国家涉贪局查查指控能源部门大规模贪腐了后的最新发展。涉贪局当时指控总统泽伦斯基的亲信，影片这片人民迪奇牵涉到一件金额1亿美金、差不多31台票的能源部门贪腐计划，其中国家核能营运商国家核能公司嘛牵涉在内。Антикорупціонерів я підтримую. Ми підтримуємо. І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чітка та однакова для всіх позиція. Жодних схем. 根据指控内容，明迪奇透过加卢申科协助控制乌克兰天然气甲能源部门的资金流动。加卢申科甲其他部长官员收受负责建造用来防御罗西亚攻击能源设施工程的承包商的乌色钱。明迪奇甲泽伦斯基关系真好，捌合股创立媒体制作公司。Ніби показує, що він проти всього поганого. Ційні скандали у нас вже продовжуються немалий час. І важливо не просто, мабуть, щось схоже на обурення. Бо йде війна, а у нас виходить, що у нас внутрішні вороги. 今年7月，乌克兰全国爆发抗议，反对下入乌克兰国家反贪局甲涉贪专职检察署独立性的法案，烦恼乌克兰可能会因为安尼失去欧盟候选国的资格。支付的欧洲友盘甲7大工业国 G7 大赛，嘛拢表达正关心。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罗西亚的总统普京进前去参加这活动的时阵，互人翕到伊的正手，这手盘哪像整起来，而且呢，这筋阁噗噗看现现，互外界来质疑伊的健康可能出现问题。徛伫海报头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贵面严肃，亲像当咧听人报告。美国媒体《纽约邮报》伫当地查查报道，普京顶日出席一场篮球活动的时，因为表情无自然，刚好翕到正手戴拳头帽，手盘有奇怪整起来，正被严重碰起来状况，搁一摆引起外界质疑伊的健康状况。这毋是普京正手头一摆发生状况，过去伫军事访问的时，手道北方翕到出现黑斑，还有真侪水晶白的分粒，也有一摆方翕到正手有淡薄仔咧错，互外界质疑伊得到帕金森氏症。也毋过20日伫克里姆林宫会见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的时，正手看起来搁一切正常。另外，俄乌战争方面，乌东战线一直坚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伊搁一摆亲自到3年前为陆军手中收复的赫尔松，慰问前线士兵甲救援人员。Сьогодні в Херсоні вже 3-я річниця звільнення міста від росіян. Окупанти втекли звідси. Ми пам'ятаємо, як сміливість наших людей зробила це, як українські прапори повернулись у місто. 俄乌交战的东部前线城市普克罗夫斯克，因为乌克兰欠士兵加上陆军精派军力，毋但使用无人机甲火炮做远程攻击，也派遣地面部队打击乌军的补给线，互乌克兰前线士兵陷入苦战。乌军表示，有大约300名的陆军利用农夫做掩护，骑奥多拜，甚至利用破损的汽车甲货车进入普克罗夫斯克，继续推进控制城市的范围。伫另外一座重要城市库皮亚斯克郊区，也不时传出双方士兵激烈交战。为着限制言论，罗西亚一名18岁的加路家人罗吉诺娃顶日因为伫圣彼得堡街路，甲集团同齐翻唱批评克里姆林宫的歌曲，10月15号，当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判入监13日。议完了后，才自由无靠几点钟，搁互当局用轻微自诉行贿罪名，搁判入监13日。这甲我1个月了后，11搁传出伊第3摆，互法院判决延长监禁13日，理由是违反公共秩序。
罗国政府强调，伫甲西方的第二场战争中，罗国社会爱保持上大程度的团结。人员团体批评罗西哈伫战时的审查制度太过严格。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10天前发生在法国巴黎的这个恐怖攻击的事件呢，是有超过130个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今年这总统马克宏想要去参加纪念仪式，也那观光地点埃菲尔铁塔，即马嘛已经有测电火向罹难者来致意。暗时天气凉凉下，埃菲尔铁塔点到法国国旗30个灯光，纪念2015年11月13发生的巴黎恐怖攻击事件。迄暗伫巴黎加附近几个所在轮流发生爆炸、枪击加自杀炸弹攻击。A year and a lot of medicine to overcome, I would say, the most critical phases of PTSD. I remember distinctly seeing the flame out of the barrel of the gun. I remember being on the ground, and then I saw the face of that girl looking at the terrorist who is still standing and who seems unable to move, and people grabbing her and taking her on the floor.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讲，代志是因做的，是为保护法国伫咧叙利亚甲伊拉克对因组织的军事行动。迄暗9点20左右，巴黎北边的圣丹尼瓦法兰西体育场外口，第一件自杀炸弹伫立场管制区爆炸。5分钟了，伫巴黎第19个豪华咖啡馆加酒吧，庆祝夜情太人。过10分钟，第11区的豪华咖啡厅，约过9点40分，巴塔克兰剧场，9点53分，体育场外口发生自杀炸弹爆炸，超过13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是二次大战了史上规模上大的恐怖攻击。I would say the hardest part is November the 14th, when you have to get back to normal life somehow, and the grief is still here. 亚瑟是非营利受害者协会为巴黎理性的主席。恐怖攻击已经过10年啊，真侪外来人到即马也阁无法度袂记迄下的压力甲情绪，因互相斗相共，勇敢的活来。13巴黎市政厅边啊正式落成的纪念花园，会办纪念活动。花园的入口有种一丛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总统马克宏、幸存者也阁罹难者的家属拢会参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这中国是话要掠咱民进党的立委沈碧荣，总统热情就是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应该就爱徛出来甲声援。也那韩国瑜呢是要求这总统应该就爱先废除这绿营的台独党工，而且也莫去讲这中国是境外的敌对的势力。也那这沈碧荣伊是表示讲，袂过因为这中国的恐吓就揪起来，嘛去参加德国国会的听证会。作为勇敢的台湾人，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这样而退缩。伫德国国会头前，家己录影片，沈碧荣讲袂因为中国要改抓就退缩，参加德国联邦议会独裁国家假资讯对民主甲人权的威胁听证会亲自作证。They also warned me just few days ago and say that I could face a global arrest if I travel abroad. And yet I'm here, I'm sitting here in Germany, and speak for my study, to speak for my country, to speak fo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民进党立委沈碧荣和对方立案侦查，并且威胁要进行全球逮捕。总统热情就希望立法院长韩国瑜爱出声来援助。从赖清德总统点这个名，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出来，真的是自己生病让别人吃药。和总统点名爱站出来捍卫国会尊严，立法院长韩国瑜亲自回应讲，会保护每一位立委的权益。因我也希望赖总统应该先废除台独党工，一个撤回把对方当作境外敌对势力。台湾安全最重要的4只脚：保护中华民国，保护民主自由，维护美台关系，维护两岸和平。赖总统跟民进党打断了3只脚，不要再搞恶意的政治斗争，保护好台湾的民主自由。两岸在9·2共识的基础之下，中华民国宪法规范之下，展开和平交流、和平对话。对韩国瑜的回应，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希望唔当加破坏和平的加害人徛做伙，造成错假的国际信息。国民党立委柯武真实建议，归期由韩院长带头成立两岸事务营养对策小组，负责两岸对话的责任。
那既然行政体系没有办法，赖清德总统觉得他没办法做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成立一个立法院两岸事务因应对策小组，来去因应这相关的事宜呢？我们尊重贵院的决定。副议长江启臣讲，民国89年北部两岸事务营营小组作业要点，不过迄当阵并无运作，即嘛需要跨党派共识，去函予院长就会调集各党团协商，展现国会团结。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这国防部的统计，这国军的兵宪比呢受被挖8成，其中这志愿役是占76%，也若做一档的这义务役的是占2.3%，有加到今年的年底，这兵宪比就当来到80%。也若这国军的伫宜兰救灾过程当中去告歹到民众的车辆，国立表示讲会依法提出补偿。这边航太来宜兰做大水，不过国军的 AA-V7两车独桥车伫咧救灾时阵，无顺利甲2台民众的车底歹去。行政院长杜英泰勘灾时阵讲，伊甲国防部长郭立雄一个人赔一台，调亚立委讲感谢部长。部长，那个赔车子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院长的意思应该是很清楚，就是说不要让这个救灾的官兵，官兵不要负担了，这好。那院长赔一台，部长赔一台，哈，这个我觉得是好的发展，好，恭喜哈。郭立雄讲会依照法令做适当的补赔偿，袂互官兵承担责任。除了体谅基层的辛苦，也讲到国军兵宪比无够的问题。根据国防部报告，全军兵宪比79.2%，其中志愿役76.9%，一年级义务役2.3%。有认为这个若照美军的标准是资源不够。其实我们不到80%，其实是落在他们的标准的 C3。这一个评估当然是因为以战时，那我们战时的时候就会要实行编实跟扩编动员，特别是常备部队，我们就要到达满编的状态来去进行这个战时的这个任务的遂行。今年的3月76.9%的提升2.3%，这个数字是不是有一些错误的引导？之前采取人性化的管理、留营等等所有的措施之后，今年从1月1号到现在，志愿役人力成长了2325，到年底还有1000余员可以进来，我们审慎乐观的评估。除了增加兵力，在国防预算方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不公开反对，将国防支出提悬到 GDP 5%。12 AIT 台北处长郭立言就甲郑丽文见面。外界认为是要关心郑丽文对增加国防预算的态度，并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只是让这个航光预算的增加看起来就是一个数字，都是基于敌情的威胁程度，基于的防卫作战能力的这个需要。郭立雄希望部分条野拢会当全力支持，慢慢适度增加国防预算，才当结合友邦国家，用实力得到和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的是，这宪法法庭大法官的提名呢，已经2届拢无通过，但已经292天拢无运作啊。人权团体是呼吁大法官应该要启动自我防卫，来守护性别人权。你也不能够主张这个配偶的剩余财产分配等等的，那你也不可能用未亡人的身份在法律上就是被视为对方的另一半。很明显就是我们的同婚专法没有真正的校正回归，去补偿过去违宪的这一个侵害。好，这性别人权团体呢是强调讲，伫同婚法制化进前有已经长期共同生活的，伫实现了后呢，等待立法的这段期间，这权益是受到损害，也有一寡这性侵的受害者失去了诉讼的机会，所以呼吁宪法法庭应该要启动自我防卫机制，继续运作来守护性别人权。有立委是来关注这好价产的现象，讲一般人呢，这薪水平均就是47751块，也毋过煞有要7成的劳工呢，其实拢领无到这个薪水。财政部长曾翠云是表示讲，会合理调整改善分配。受到 AI 产业事件加全球供应链重组，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过年有希望突破5%，也毋过经济主计总处经济公布的今年1到9月的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水平均数是47751块，也毋过煞有7成的劳工拢领无到这个薪水，有立委关注，要安怎缩小继续扩大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缓和，甚至于还持续的恶化。我们对于高所得、高资产者，有关在税制的部分去做合理的一个增加负担，税制的部分就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一个租税负担。财政部长曾翠云表示，会透过建立合理税制，实施房屋税差别税率2.0%，加合理调整综所税免税约定措施，改善所得分配。同时，延长大宗物资调降措施，降低足税租金负担。有立委指出，有关中低收加低收家庭，政府虽然继续照顾，也毋过有高产者户数犹原有250万人，都惊有不少金数。加做低收家庭领补助，呼吁卫福部爱加强查核，实际去了解、去调查。有没有假低收的？我们在地方的社会局还有公所那边，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都有那个所谓的资产调查。因为央行后个月就要开立监事会议，第7波信用管制监视的绑定，加今次会阁推出第8波。央行副总裁兼总裁回应，爱等后摆理事会开会检讨了后决定，目前也无定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届在丰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呢，是安尼加价做伙，予宜兰的苏澳大开始3200户拢来饮水。今仔日这雨也是继续咧落，居民是惊这路林的本色呢会去阻挡着下水，所以即马县政府甲国军已经投入救灾甲清运。宜兰苏澳镇的这个道路呢，也是有真侪粪扫等待清运，因为今仔日早起又搁开始落雨啊。在地人是烦恼讲，这粪扫恐惊是会甲水沟啊甲塌掉咧。另外，宜兰县呢，即马已经恢复上班上课，也毋过有几啊台车呢是拢浸着水，有的囡仔是靠老师来甲接送。也若代替苏澳新到苏澳站的这个铁路，经过抢修已经恢复通行。好，即届花莲是落大雨，所以林保署也来出动无人机去翕这马太安溪崩山湖的状况。结果所发现讲，这1路点呢，搁在头前300公尺的所在是新加一大崩山湖，目前也是维持这红色警戒。原来林保署也通知这河床施工的东基区爱先撤离，另外水尾、光复乡、万英乡也有凤林乡镇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崩落过头份夜下杯马太溪源头13透早发生崩塌，林保署用无人机空中翕到，发现1路口下骹又有新的崩山湖，持续维持红色警戒。水尾的万英、凤林、光复乡警戒范围内的民众也是爱配合撤离。它刚好在那个我们923原本淹塞湖的位置，跟10月21淹塞湖的位置的中间。好，在中间这个地方，大概就是旧淹塞湖坝顶的下方，大概300公尺左右。还是建请就是地方政府维持红色警戒。可以看到这个货柜就直接卡在民宅上面。这个民立村的低洼区域呢，淤泥还是淤积的很高。虽然这个水势看起来有变小，不过现在仍维持管制的状态。请村民禁止进入灾区。原警那骑车那公布宣导村民唔通入去灾区，因为出现新的崩山湖。万英乡明里村的部落青年协助管制交通，都连原先等地抢通主要另外道路，花45线工作嘛暂时停落来。看病啊，像那个有慢性疾病的啊，不方便的，像我没有车子啊，我这一个电摩，我怎么爬上去？当然是人身安全优先。我们现在在抢通的是那个花45主要一样都一样，都一样都停止。顶一届大灾区光复乡，这届无传出严重灾情，韩国中央也未解除红色警戒。不过，花莲县政府却宣布光复乡13爱上班上课，引起不少民怨。现在都是很麻烦，要出门也不是，不出门也不是啊。根本没办法上班，你现在路怎么可以能做事吗？红色警戒完全都没有撤离，早上又新的这个堰塞湖那个停班停课的事情，就大家又觉得非常的无奈。到10月22解除这个红色警戒，但是在10月14恢复上班上课，其实这也是红色警戒。所以在这一次，在今天的部分，我们其实一直在思考，是不是应该要组成堰塞湖的专案小组。市认为，感觉包含中央等乡镇应该做伙对安置这相关作业办法，做出更加详细指引，让在地居民知影标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好，这风台过了，东北季风呢是接续来，伫个基隆市呢，即马又是继续咧落雨的。调河街迄带的树林地呢，嘛那像出现一个崩山湖，即马水已经溢去到附近的车路啊。当地主管机关是表示讲，会找这地主来讨论，敢要引导来解决风险。
边坡有水，若像水墙共款一直拼落来。现场排沙包，水较袂冲去车路的。遐那边仔的大牌嘛真错漏，家人调好街，常常出现土霉水溢流。详细看源头，真值得注意。受到东北季风以及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基隆地区在这周出现了持续的降雨。调和街旁的山坡地呢，从11号开始出现了泥水溢流，可以看到现场出现了积水，外界关注疑似是堰塞湖状况。11道土霉水一直流向车路，四线道规个拢是，而且又继续咧落雨，现场赶紧排沙包。原因是因为树林内底出现2大真大的水窟。为11开始，因为雨落济，水嘛积了较济，了后就溢落来到附近的车路，因为下骹就是社区甲病院，民众嘛真关注。我很担心。怎么说？就因为陆续一直在下雨，然后下的又太过于频繁了，所以就会造成那个湖淹水，那个湖就会满出来。我现在都没有任何的消息，也不知道说是怎么一回事啊。就希望赶快跟你们讲怎么办，对不对？对啊。根据了解，这个若像崩山湖的所在是属于私人的土地。经过当地调查，发现水库从2004年3度2风台甲控制风台进程就存在啊。具体形成的原因也会调查，18主管机关嘛去会勘。市府这边是邀集地主还有周边的单位，有铁路局跟国产署。那跟市府相关水保一起来看这个湖怎么样去改善引流的方式，让它流向大排到碧沙溪，它不会流到路面。地方政府判断，主要溢流的范围拢伫车路的，这2天雨嘛就较少，并无安排住户就要疏开或者是安置。也若后一步会甲地主讨论引流等等的措施，避免发生类似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有民众伫个垦丁南湾的沙坡呢，是看到一只回鹿互狗仔夹着伤，趴伫个沙坡咧喘。这垦管处是到暗时10点才总算甲这回鹿甲救起来。也毋过今仔日早起的时阵，这个回鹿是因为着车惊不幸死亡。一只回鹿趴伫沙坡咧哮喘，因为4箍位仔有人甲注意到，伊想要过米较远的，结果行无2步。实在是惊无法啦，只好搁拍落。12下晡受到风台影响，南台湾风雨一阵一阵。伫恒春南湾的沙坡，有民众看到这只回鹿，敢若后脚互流浪狗夹着，一路走对海边啊。附近的民众甲狗仔赶走了后，想要协助回鹿上岸，搁烦恼甲鹿仔拍生惊，一直到暗时10点左右，保育人员才有法度挖进回鹿。垦管处和海巡人员合作，把回鹿搬到货车顶悬，要载回鹿返去垦管处处理空喙。不幸的是，垦管处13早起发现，这只回鹿已经死去啊！因为鹿仔类的动物会足够着车惊、产生惊逼的情形，打响了后，最后历尽死亡。这只南湾翕到的回鹿嘛是同款。本处与海巡也将该鹿只顺利的将梅花鹿带回我们本处的一个富裕区。不过因为今天早上发现鹿只已经死亡了，那初步判断鹿科因为容易受到紧绷，而且那个鹿只也因为这过程有受伤导致死亡。垦管处表示，这只回鹿确实有互狗仔夹着受伤，不过主要死亡的原因是惊着。屏东垦丁去年7月特别发生回鹿互流浪狗虐，撞去海边收水的事件，代表恒春山区有流浪狗仔的问题。垦管处讲会配合农业部的政策，宣导恒春的居民加注意流浪狗的状况。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这校园的公费流感疫苗呢，用过拢是10月开始做。有家长是表示讲，囡仔伫咧自进前呢，这家长应该着爱先签同意书，也毋过学校煞伫咧前一天再通知这个家长疫苗的牌子，互家长是未赴来应变。原来卫福部长赵宗良是回应讲，其实这疫苗呢，拢是一管事所建议的，所以无需要特别坚持是倒一个品牌。恒春公费流感疫苗10月开始做，今年流感提早进入流行期，疾管署证实，做疫苗的人也是6年来上济，各级学校也当咧做流感疫苗。也毋过面台接到家长反映，做流感疫苗前1个月家长都爱签同意书，也毋过爱到注射进前才知影学校的手牌，卫福评估也无算到。如果你太慢告知，那家长会来不及反应。
那可能打了有什么状况出现的时候，真的会措手不及。民间团体表示，因为过去学生注疫苗过敏情形，确实定接到反映，希望会当提前知影品牌。儿科医师指出，目前公费流感有5种品牌，也讲家长较爱进口品牌。流感疫苗分为机能培养甲细胞培养2种，拢有全球一致性甲抗原性同款，除非捌严重过敏才爱注意。除非是对鸡蛋有严重过敏，吃了会休克，这种情况呢，通常它需要打细胞型的流感疫苗，不太需要一定要去这个坚持是哪一类的疫苗啊。当然，如果过去呢打某种疫苗曾经发生过这个不良反应啊，那么可以在这个施打的时候，那么告诉我们医护人员，那么就另外再去择期。另外，健保再不面临挑战，金管会主委潘金良指出，上报保健保方式，赵东良讲，过去健保署也捌委托国务院进行论坛，讨论上报保健保议题，会继续研究。广西新闻采访报道。顶真林北来看，对中华鹿港来的赵云南，伊是去到意大利来参加手工冰淇淋的世界比赛。伊是用台东的红乌龙茶来做底，配合中华出产的蜜，也佮有意大利的柑仔，用创新的滋味来摕到世界冠军。一听到家己就是冠军台湾冰淇淋之人赵云南，甲红西参囡仔同齐上台，接受这份荣耀，也在国旗伫会场飘扬。来自中华鹿港的赵云南甲红西同齐参加今年的意大利西西里岛举办的意式手工冰淇淋世界赛。经过半年的制作，选定以台东红乌龙做基底，加上中华出产的蜜，甲意大利当地柑仔，醇厚的口感，搭配淡薄酸的清新，呈现出特别的台湾味，也符合评审的口味。为全球52参赛队伍中摕到冠军，这也是台湾头一摆摕到世界冰淇淋冠军。那我用的东西是我们台湾的食材，我希望让你们吃到这个冰淇淋的时候，是可以想起点什么的。就算我们的语言不同，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意式冰淇淋，就是可以连接我们之间的感情。赵云南讲，制作灵感来自意大利传统的圣诞节能糕，号名叫乌龙茶之光，希望用意式冰淇淋的酥糕个面，带出台湾在地味，消息传回台湾，有民众南北户要去吃。它这比较绵密，对，应该用料是很实在的。其中的制作技术，还有包括它使用的方法，都是跟一般我们做冰的冰淇淋的方式比较不一样，但吃起来在口味上、口感或者是味道上都有特别不一样。赵云南表示，像红心芭乐、红乌龙，也是鸡卵糕等，拢是来自台湾在地食材。除了让世界知影上好的冰淇淋伫台湾，也传达真高的在地感情甲特色。广西新闻采访报道。统一赛的队长陈杰宪呢，互媒体问着讲，这明年3月的棒球经典赛敢有要来咧？伊讲，要是爱看这详细复原的情形，伫12月开始训练了后就知影。巨蛋很大嘛，观众很多嘛，可是你的耳朵是听不到声音的，你的眼睛也永远只会看着投手，很想要去击败他。我觉得那个企图心是我就是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过的。12强冠军赛讲出致胜的3分炮，陈杰宪以一生到安尼一摆的打击来形容。跑落去同时真激动欢喜，头壳空空，无意识的做出比球衫更坎的动作。运气造就了我，而且我觉得是团队造就了我。今天没有陈威的上垒，没有林立的上垒，怎么会有我的全垒打？今天没有家珍的全垒打，怎么会让我在打击区的时候能够就是不要这么的紧绷？是团队甲运气造就家己，伫国家队做队长，陈杰宪佫开始为怀疑敢经会调，到慢慢学，到做会来。经典赛明年3月就要开始拍，媒体好奇总教练张和谷敢有打电话来？有啦，就是基本上就有询问啦。那我这边的回应就是，如果我真的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要去打，但我的伤势还在，那最主要还是要看我的伤势恢复怎么样。那其实，在前几天已经有在治疗，我们还需要等待大概快1个月的时间。陈杰宪讲，伊想要参加 WBC， 不过也是爱看身体状况。12月开始执行技术训练了后，就会有明确答案。
这一摆出册，头一路就突破1万本，以感谢大家爱好，希望看完的人会当正面看待无顺的时，重新夺起对棒球也是人生目标的热爱。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艺术家牛润宏呢，做公共艺术有26档的时间啊，伊是正够用这金属结合着动力等等来打造互动式的装置。后来调监了后，这牛润宏呢就开始改做画图，希望甲民众来分享伊对生命甲艺术的体会。这嘛，互伊摕到第44届53年奖的肯定。行入很久大门，一只用金属打造的家，等咧迎接你。边叫大型的公共艺术，拢是艺术家牛润宏的作品。伊运用机械动力、透风甲透过人的手来互作品叮当，甲观众之间产生游戏关系。规空间哪像一个互动式游乐场。这几档伊的创作对反应、反射、反应延伸到转进论。上面它的象征有一点比较接近植物性，下面这个东西就比较有一点动物性。农家主题牛润宏创作强调，就要有流动叮当的视觉，伊甲接机的概念带入去作品结构，起头爱先做薄瓦佮分解，透过别啊领域来甲元素连接做伙。为着要维持作品的运作叮当，伊甲团队每一步过程拢经过电脑的运算，佮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做黄金。其实创作最主要就是咧解决自我的问题啦。就是讲，伊随时拢对自我有真大的助力、真大的帮助。安尼，这个创作本身就是甲你的生活、甲你的生命结合在做一伙。今年68岁，牛润宏1977年对东方工专美工科出业，2002年摕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造型艺术研究所硕士学位，40岁投入斯坦利做雕刻，做公共艺术创作高达26档。过去捌摕到台北美术奖、高雄奖，今年嘛得到53年奖的奖项。其实伫6档前，伊捌得到大灯杆、棒棒卡布，艺术创作的路慢慢转向画图。画饼的时间，伊就无法度用电脑，我都甲关起来，所以伊就安尼画安尼画。我有感觉讲伊的图甲伊的立体吼，袂感觉讲无共在迄个旋转呐吼，观念上足接近的。讲到创作的变化，伊讲咧画图的时阵，头壳拢无黑白相，伊靠身体动作变化来带领伊表现艺术的模样。即阵伊甲目前咧做的作品用分形线手法，譬如像天顶的云共款，表示人生的变化，想要表现出来后观众感受。自你内心指引的是什么物件，你就自然甲留出来，安就是对啊。这种主要是爱随你的感觉去执行啦。就歹去预测讲吼，伊是要创啊安尼。有时候吼想讲，伊敢若想要讲这，但是吼伊做的拢毋是迄。牛润宏长期投入公共艺术创作，思考艺术要安怎参环境共生。70年来，伊豆豆转向去了解家己的内心。即摆伊用创作来实践生活的意义，要甲正向的能量传达给大家，分享伊对生命甲艺术的体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要来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0度到22度，中部地区是21度到26度，南部地区23度到28度，东部地区是21度到28度。外岛地区19度到24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
拜。